那个谁，แซ่บบ่เป็นหยัง好吃啊！你的手怎么这样？好好吃，不要搞脏自己。好不好吃啊？伯伯做好不好吃？啊，你怎么不用筷子啊，姑爹？用筷子嘛，不要搞脏自己的手。用筷子，用筷子。怎么啦？不要搞脏衣服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吃啦，不得？你怎么不吃啦？